再来看台铁哦，按算讲伫下晡5点以后，南回线邦寮到台东的部分车帮就会停驶。目前东北的风雨已经真大咯，愈暗会阁雨愈大哦。气象局嘛表示讲，明仔载开始，南部的风雨嘛会真大。风台的影响，中昼伫台北车头，大部分列车也是正常。估计下晡5点以后，南回线阁有邦寮到台东区间部分车帮会取消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度数雷距离台湾310公里，因为伫离宋岛附近是伊科啊，强度有淡薄减弱。下晡暴风圈就会吸到南台湾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包括中南部以及澎湖跟金门，预计会在今天的稍后陆续纳入陆上警戒区。台风在今天的话，还是位在台湾的南方啊。那到了27号，会逐渐的进入台湾海峡南部。28号从福建进入中国，因此在北上的过程当中，今天、明天一直到礼拜5的清晨，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候。因为风台台湾正咧吹偏东风，东半部恒春半岛、宜兰都有明显的雨水，花莲上济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，一直到暗时拢是这款的天气形态。到27载时，南部地区澎湖、金门雨水也会明显增加。包括花莲、台东、宜兰的山区跟屏东的山区，这将会是未来24小时之内雨势最大的地方。另外，和东半部相邻近的，包括了宜兰、新北的山区，还有部分西半部的山区，在未来也会有豪雨发生的机会。气象局提醒，26东半部恒春的风台雨势愈换愈强，而且风台到台湾西南边，南部地区风雨也会明显增加。澎湖甲金门为27下晡到28也会有大雨，提醒民众做好防台措施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